请坐下哈，请坐下。各位同学。应该也有开悟，好，相当的开悟，好，会说书也是点燃的。学一项就好啊，哦，一年学15条规，每年学10条台湾体15，因咱这内底拢足变棒嘛，咱今日所以棒，心理也健康。
先导就是爱在每一个开班的过程都会推动，咱自教。有风险，稳住。这个是吼，啊，我是信不信噻吼，大叫的。但是呢，即只咱就无你食，咱就会甲你看咧。这个条件，你的文书的资料。这个信息，这赛风花不定，这个代表好啦吼，定高好啦，我有要定，伊持先进。会当互你的文书，咱拢爱靠会管了。伊卖吼，定其实这种，对吧？吼，有定会看法，不可然是当初发这个梦是空的，但是呢，咱若照